哦，有效期这个到4月，这个到3月。来，这2盒有没有人要？进来，这有牌子的，这有牌子的嘞。这有牌子的没有人要，来。最后一条，买回去不香，退钱。线都换过了哦，换过全新的线。太行山矮脖手牌，太行山矮脖手牌，哦，不是太阳山哦，太行山矮脖手牌。来，有没有人喜欢0元起标的一把？喜欢大部直接卖了。哦，喜欢的直接大部就直接包过去了。太行山矮脖手牌，0元起标，1刀100块。来，有没有人要直接出价？哦，大部就包了。哦，大部的朋友就包啊啦，好未？太行山矮脖手牌，有没有人喜欢？来，喜欢的直接出价。婷婷你好，张哥你好，高大你好。太行山矮脖手牌嘞，靠腰没有人喜欢哦。好，无即摆要创啥个？无人介意，无即摆要创，啊，都没有人喜欢哦。来，有人要爱啥无？紧就是快，快就是紧。来啦，奶茶啦，贩卖机25块啦。阿萨姆奶茶啦，贩卖机25块啦。有效期限到明年2021年10月29号。10月29号，贩卖机卖多少？25嘛，对不对？听好了，今天第1天开播了，我绝对让你们爽啊！1瓶15块，要的加下去，运费统一100啦。哦，你要加几瓶？你要加几瓶都可以。哦，我再讲一次，有效期限到明年。哦，到2021年10月29号，贩卖机1瓶卖25，1瓶15块，要的加下去。一罐16块，袂加落去。好，要的加下去，赶快。阿萨姆贩卖机卖25，哦，他家的是，哦，有效期限都在这边了，到明年10月29号，1瓶15块，要的打+1，你要加几瓶，你就前面帮我打15，
然后加几瓶哦，我就知道了。紧嘞！哦，这一瓶15块，现煮是免搁考虑啊，好袂？一罐16块，这毋是没恁过期的，好袂？这不是卖你们过期集齐品什么西，好不好？一瓶15块，要的加下去啦。讲甲侪拢加讲的，先，免会着你福气啦，免无着恁兜的代志啦，吼。现打开，给各位看。这不是过期品，也不是即期品。一瓶阿萨姆奶茶，贩卖机卖25块，我卖15块，要的加下去。好，要的赶快加啦哈，不然私讯加也可以啊哈，私讯加也可以。牛奶片，下个礼拜可能就会到货了。哦，我有叫一大箱啊哦，本来是瓶子的。跟各位公布一件好事情，现在是用包装盒，哦。现在改包装盒了，哦，不是一小瓶的，哦。我儿子啊，最喜欢吃这个，本来很瘦，自从吃这个之后，有变胖了，哦，有变胖了。来，一颗给你。哦，有变胖了，哦，小朋友最喜欢吃这个牛奶片。好吃。人数怎么那么少？好，没关系。哎，金刚扣，好久不见。等一下，金刚扣，好久不见哦。一张哥，好久不见，晚上好。哦，各位晚上好。好，财源广进。没意外啊，明后天可能牛奶片就会进来了。哦，但是不是一瓶的，是一包。哦，是一包的。哦。我再介绍一次，阿萨姆奶茶贩卖机一瓶25块，有效期限到明年10月，一瓶15块，要的加下去呀。好，阿萨姆奶茶，一罐16块，卖加落去。
大雕，靠腰，足久无看到你啊！哦，我喝完了。哦，阿萨姆奶茶一瓶15块，要的自己打加一啊！哦，你要加几瓶我不管。哦，运费就是100块，吃到饱哦。不管你今天消费5000、10000，运费统一就是100块，吃到饱哦。哦，运费就是100，吃到饱。啊，你听有清楚不？这样听得清楚吗？哦。真的。这个到今年6月1号，哦，剩没几包。哦，小馒头，剩没几包，一包20块，要的赶快加，1、2、最后12包，一包20，一包20块，俗到无臭无效，袂紧加加的，最后12包。哦，有效期限到今年6月1号。哦，到今年6月1号，一包20块哦。真的，要的赶快买一买哦，加一加，好不好？哦，卖规场帮我洗洗念哦。哦啊，如果没有人要买东西，哦，我们就先公播，等等吃晚餐了哦。哦，我不勉强你们一定要买哦。哦，这样大家各位听得懂吗？我不要求你们一定要买东西呀、哦。高大，你是什么东西加5？这个是不是小馒头5包？是不是明天自取哦？5包是不是4打4？来，你截图私讯。哦，来5包，1包20，5包100。哦，明天自取 ，OK。哦，没有问题。哦，哦，来恭喜5包。哦，小馒头5包，好，明天自取 ，OK。哦，对。便宜就要赶快买哦，便宜就要赶快买哦，讲真正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没有问题哦，高大 ，OK。明天5包自取 ，OK。哎，你的。
张张，五个。靠背。好，那没事就先这样。